为王，乐无忧，世人见安，救人仇。有人大案山前走，不留金银留人头。巴山寨主今夜报问，自幼在家大伤人民，官府哪谋甚言？石某逃至在这巴山之上，自立为王，倒也逍遥自在。看今日天气晴和，我有意下得山去做些个买卖。老的，有请夫人。啊！位高强不忍当，丈夫见我心发慌。啊，夫人，老大王，请屋里头说话。哎，夫人，请坐。你坐着吧，客气什么？坐着吧，坐着吧。你把我请出来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夫人，看今日天气晴和，我有意下得山去做些个买卖，特此告与夫人知道。哦，怎么着？你要下山一趟？那咱们还是老规矩啊。见着那贪官污吏，你就给我多抢他点。这岸上的良民可不许你糟害人家。什么杀人放火的事儿，你可别干，听见没有？我知道了。回来！怎么了？我还有件最要紧的事儿，得特别的嘱咐你。什么要紧的事儿啊？此番下山，不准你强裸民女，什么掐花捏朵的事儿，你可别干。你要是干了，回来我可饶不了你。夫人，您放心，我呀都听您的话。怎么着？都听我的？都听您的话。这就对了。这就叫顺者为孝啊！哎呦，夫人，您别打哈哈不是，您上后头歇着去吧。那我歇着去了。歇着去。你可早回来啊！是。你有不放心？您放心。看着我。老的，带马下山。带马下山岗，方辰心长。
且止。舞台之上坐一妇人，不知在此得甚？待我下马问来。喂，喂，这一妇人，你在此做甚呐？我是在此等人的。哦，等人的，但不知你要等的是他们哪一个呢？等我那侍女守春。你那侍女守春往哪里去了？她往前村与我儿买高杆去了。哦，卖高杆去了。我看此人并不是我好人。将他带回山去做过二夫人。守春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啊，这一夫人，你不要在此等你那侍女守春了。却是为何？适才我打前村经过，见一妇人躺在地下，问其亲友，考验得了心疼之症，她呀回不来了。怎么我那侍女守春得了心疼之症了？真是。她现在何处？就在前面。我去看。好，随我来。慢来，你既然见着我那侍女守春，我倒要判你一判。你判我何来？我来问你，我那侍女守春今年多大年岁了？哎呀，她呀是30多岁40郎当岁啊。她身穿着什么衣裳？红裤子绿袄啊。我再来问你，她的祖是天祖还是禅祖呢？这个我可瞧清楚了，她呀是3寸的小金莲儿。这就不对了。怎么不对了？我那侍女守春今年将27岁，她身穿着蓝色的裳儿，况且她乃是天祖，你呀休来哄我，休来哄我。嘿嘿，咱对你实施了吧。咱乃巴山寨主金延豹，见你长得十分美貌，有意将你带回山去做过二夫人，你是了推才的了啊！你知了，天天不日朗朗乾坤山墙面你就不怕王法不？什么王法不王法？老的日末枪，你拿过来吧。押了回去。水泡泡的婴儿，我要它何用？去你娘的吧！此地时有强人迟没，今日前来以查明山口小聚之所，
不免回复商议对策便了。其中这口信封啊，王爷因题为那桩，快寻找寻找。咱们赶紧找找吧，这哪来的小孩哭啊？这个，嘿，他在这儿呢。哎呦，老爷，嘿，您快过来瞧瞧吧。嘿，还是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呢。不要。看这银海深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相待俯首见一面，不知何人抛落此地。哎呦，是啊，这是谁丢在这儿的呢？此事离责任山寨不远，想是因儿之母落难，故而将他抛落在此。八成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想老夫膝下无儿，不免将这银海抱回佛去抚养便了。叶东人马前两这趟可没白来。列出山口临安了康，杀之宰羊，张灯结彩，你大王爷爷不要成心了啊！怎么着？杀猪宰羊还要成亲？有我呢？他这是跟谁呀？走，瞧瞧去。小子，临下山的时候，我怎么嘱咐你来着？啊，不叫你掐花捏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，你给我说。夫人，您听我说呀，是我下得山去偶见这一妇人，我见她长得十分美貌，将她带回山来做过二夫人。我呀可是让她伺候您的。哦，你让他伺候我呀？对喽。这么看起来，你的孝心还真不小呢。哎呦，您别打哈哈不是？帮我劝两句吧。怎么着？还得帮你劝两句？劝两句啊？好，帮你劝两句啊。哎呦，我说你好糊涂。怎么呢？你在这儿，他就是愿意也说不出口来呀。那怎么着呢？这么着，你呀，到后头歇着去，待会儿听我的信儿。怎么着？听您的信儿啊？听我信儿。好嘞，我这儿先谢谢您喽。这块骨头，快去吧。听您的信儿啊，听我信儿。好嘞。去吧。哎，站着干什么啊？下去。哎，说你呢。我说你呢，我。夫人，你要救我！哎呦，别哭！哎呦，快起来！哎呦，这还绑着呢，还丫头，快松绑！哎呦，
子，你姓什么叫什么？怎么让我们大王爷抢上山来的？你都跟我说说呀！夫人，小女子胡氏去往京城投亲，心知中途产生一子，只因我的如实不足，命我那侍女守春卖高干去了。忽然玉主大王爷爷将我抢上山来，就要路必成亲。夫人，我乃有夫之妇，夫人呢？你要救我！起来！怎么着？你还有个孩子呀？真是。那他这都多大了呢？未满半月。啊，还没满月呢。是啊。哎呦，我把你个损阴坏德的哟！人家孩子还没满月呢，你把大人抢上山来，你让人家母子分离呀！我说你小子缺德不缺德呀？我把你个贼头、贼脑、贼杂碎！哎，你这辈子当贼，你下辈子还是贼！你会抢啊？老娘我会放，我说放就放。哎，这女子，我有心把你放下山去找你那使女寿春，让你们母子团聚，你瞧好不好啊？哎呀，如得如此，感恩哎呦，快起来！哎，回来！哎呦，我问问你，这此番下山，你可有那盘缠钱呢？是。嘿，这算不了什么啊！丫头，有。把你们大王爷抢来的银子给我拿点来啊！是哎，越多越好。萍水相逢，怎好受用？嗨，这算不了什么。反正这银子呀，也不是好来的啊。这叫来的容易，去的马虎。夫人，请上。干什么？赏我一半。哎呦，你快走吧，你别办，快走吧，快走。哎呦，你快走吧，快。夫人，人儿呢？摔了。花呢？撕了。夫人，您别打岔呀！您不是让我听信儿吗？哦，对了，听信儿。老娘我把人给放了。好，我好不容易将他抢上山来，你因何与我放了喽喽的下山追赶呢？回来！好。好小子啊，3天不打，上房揭瓦。没有啊，丫头，夫人，您消消气，夫人，老娘我今儿将息夫人，您饶了我吧，您饶了我吧，您消消气。他妈我也不饶你，你给我过来。夫人，您饶了，您饶了，您饶了我。哎呦，夫人，您饶了我。回来！你还想跑？没有啊。你给我跪下。夫人，当着这么多的喽喽，您给我留点脸呐！哦，得给你留脸。对，留脸。你给我跪！哎呦，我还得罚你。夫人，打了不罚，罚了不打，您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我非罚不可啊！丫头，有。把你们大王爷的铺盖给我搬到那马棚里去。好。是了。告诉你，3个月不准你进我的屋子。哎呦，把你3个月的苦力是以观后效，改了便罢。要是不改，我砸折你的怀子骨！哎呦，可气死我了！丫头，
缠着我。安住！是在你家大王爷爷严大的时机，你们为何不来？你们为何不劝？哎呀，我把你们这些无用的东西，哎呦！